就公报这三的，唐了三的那么这些人的，然后一三的公报的还是这个多啊，他这个多了稍微没上。从来都没其实这个多大名的这些人的话，就是我这公报这三的，呀，公报这三的唐了三的长寿跟哪了？啊，看到然后一打，公报的还是记得他这个多年了小，别不想，唐了三就给你马上的。他往那这个呀，咱们我谈这个多少钱？咱们我谈这个多少的钱？我这个钱这个多少一想？咱们我谈这个多少的钱？我这个钱这个多少钱？你们想？哎呀妈的，哎呀，咱们我谈这个多少的钱？啊，我这个钱这个多少钱？哎呀妈的，我万一呢？啊，这钱我这个钱多少钱？没事。